就是祸乱人间。龙虎山今替天行道，当斩恶龙。稳阵！师傅，需要帮忙吗？这臭小子，你怎么不等我被打死才来？师傅，还不是你让我继任至尊天师，才耽搁了时间。还有你老当益壮，哪有那么容易死？好你个臭小子！哎呀，师叔祖，您老就别拼了，这恶龙可不好对付啊。无妨，我陈山河有一线，可搬山、断江、倒海、降妖、震魔，今日我便斩龙正道。打完收工。师傅，你没事吧？你也太冲动了，得亏我及时赶到。你这不得夸我两句？夸你哦！从今天开始，罚你扫地1个月。啊！师傅果然一如既往的小气，打不过这恶龙，就把气撒在我身上。家主，您可是南省第一世家的江家家主，您和江左东亲自拜访了，他们龙虎山也不知道派人出来迎接一下。龙虎山天师观可是道教祖庭，不可胡言乱语。爸，爷爷现在命重，我们来龙虎山干嘛？为爷爷祈福吗？我们是来求见新任至尊天师的，如今恐怕也只有天师府能救你爷爷了。爸，你是不是搞错了？我们不应该去寻访名医吗？难道你指望一个修道的天师就能救爷爷？至尊天师可不是一般的人。道长，请问那位新任至尊天师可是观众？你们有什么事吗？家父得了一场怪病，寻遍国内外名医都是束手无策。听闻天师医道无双，特意登门寻医求药。爸，你还真打算来道观寻医问药啊？是啊，家主，他们这些道士只会神神叨叨的修道，他哪里会什么医术？对，生病就该找医生嘛，来我们道观干嘛？你们懂什么？天师不仅道法通玄，而且医术同样无双。道长，您别跟他们一般见识，还请为我们代传一声。不能通传，天师很忙的，不见外科。道长，家父真的要撑不住了，还请您代传一声啊！这卡里有5000万，算是我给您的辛苦费。爸，跪下干什么？看你也是个纯孝之人，钱就算了，我不在乎这些身外之物，那我就帮你一把。这可不好搞啊！你父亲是天然武衰，有点棘手。故弄玄虚。道长，还请您为我引荐天师啊！听说新任至尊天师就为通天，比上一任天师紫薇真人还厉害。苍龙江水灾时，正是他施展神通法术，一剑拦江，才免去了灾祸。他一定有办法救家父的。爸，您这也太夸张了，神话故事都没这么离谱。就是，这世界上哪有什么神通法术？要相信科学。生病了就该吃药，把这个给你父亲，服下了就好了。
道长，这药真的有用？药已经给你了，自己看着办吧。不是他有没有搞错啊？他都没有看过姜老的症状，就随便给了一瓶药。这药不会有毒吧？爸，我们还是去试试找名医来救爷爷吧。这来历不明的药也不能乱吃啊。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，无论如何，我一定要见到至尊天师。道长，道长，为我引进那个天师吧。爸，刚才那个道士呢？飞什么？剑。哦，我明白了，家主，你也觉得那个小道士贱是吧？随便拿出了点不知道什么东西，就让我们带回去给姜老，简直就是害人啊！你把这东西给我，我去扔了吧。闭嘴！今天我们遇到真正的高人了，这是高人留下的神药，哈哈，老爷子有救了。高人有多高啊？飞到天上这么高。走，我们快把药带回去，快走！师傅，如今我已继任至尊天师之位，但是尘缘未了，想下山一趟。为师知道，虽然你平日里看起来大大咧咧，没个正经，可心里却一直记着10年前你陈家灭门之仇。灭门之仇，不能忘，更不敢忘。你的仇家是古武界顶级世家的赵家，之前为师不让你去复仇，但是怕你有危险。师傅全权的爱护之心，弟子铭记五内。好在你天资亘古未有，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，便修炼到这世上唯一的赛世真仙，成就和实力也超越了历代天师。好，师父就允你下山为陈家报仇。我一定要让赵家和他的走狗们血债血偿。徒儿，这世间不该只有仇恨，还要有爱。之前为师下山游历时，曾为你与京海林家之女林娇娇定下了一桩天道婚约。此次下山，顺便把婚约履行了吧。师傅，你还坚持做媒人呢？头大！此乃天道婚约，不可忤逆。况且林娇娇姿色出众，去了保你不会后悔。师傅，这么看来，你还真有点像媒婆啊！混账东西！等等，了却尘缘之后，切记要肩负起至尊天师的责任，匡扶天下，必有苍生。师傅放心，我知道怎么做的。走了。山上那个小道士，他怎么突然出现在我眼皮子底下？师傅安排的婚约对象，应该就在这里。好的，我马上到。我们这次得到姜家的100亿投资，以后我们林家就要飞黄腾达了。这多亏娇娇的男朋友啊！
那是，江少可是南省第一世家江家的嫡系，等他们结婚了，我们林家可在南省捧着走了。这庆功宴会上怎么来了个道士？你好，我叫陈山河，是来履行婚约的。什么婚约啊？家师说，与你们林家上代家主为我和你们家林娇娇定下的婚约。你一个臭道士，不好好在山上清修，竟然还想着结婚？我虽然是道士，但我早已羽化渡劫，不惹尘埃怎么会臭？而且我们正义派的修士不近婚嫁情爱。那你去找别人爱，本小姐不是你有资格惦记的存在。你错了，我对你不是爱，而是责任。天道为证，婚约天成，我要是不娶你，会让你们大难临头。这的确是老爷子的笔记呀！爷爷是老糊涂了吗？居然要把我许配给一个臭道士，这门亲事我不答应。大哥，老爷子都变成这个样子了，你就成天不着家，只想着趁机多捞家产是吧？你们这是在以己度人，我爸可不像你们，都要掉钱眼里了。我是去龙虎山天石观为老爷子求灵药去了。老爷子的病，连4大名医之首的张神医都束手无策。难道你在龙虎山天师那儿求到灵药了？天师我们没见到，这药是一个扫地的小道士给我们的。什么？一个扫地的小道士给的东西，你都敢拿来？你真想害死咱爸是吧？那是世外高人，这药肯定是灵丹妙药。爸，你说这药真的管用吗？那小道长就是神仙人物，我亲眼看见他御剑飞翔，他给的药肯定没问题。哎呦，爸，这种话你私下说说就行了，你当众说出来，不是让人笑话吗？以后你就知道了。小道长，你这是要弑父啊！我这是要救老爷子的性命。作为江家的一份子，我绝不允许你给老爷子喂这种不明来历的药。谁知道你安了什么心？二叔，你凭什么这么说我爸？寄予江家家产的应该是你们才对吧？大伯，您要是想喂老爷子吃这个扫地小道士的药也不是不行，但是如果救不活的话，您得负全部责任。你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如果救不活老爷子，江婉云你就得把江氏集团总裁的位置让给我，而大伯也得把江家家主的位置让给我爸。没错，只有答应了这2个条件，才允许你折腾老爷子。这不可能！你们别想趁火打劫。好，答应你吧。爸，他们就是想夺走江家的控制权，你千万不要上他们的当。我相信小道长绝对不会骗我。爸，这药不管用。降龙山，马上把家主之位给我交出来！还有江氏集团总裁的席位也得转给我。我爸也是一片孝心，而且爷爷吃了药虽然没见好，但也没有变得更差。你们不要无理取闹。少废话，立刻给我兑现承诺，要不然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这不应该呀！我亲眼看到小道长御剑飞行。爸，你清醒一点。那道长都说了，要你相信科学。想出尔反尔是吧？我现在可不是好惹的，赶紧把江家给我交出来，要不然我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。乔云婷，我看你是欠收拾吧。我江木山下了1诺千金，我想要江家就该你们好了。爸，他们父子俩什么德行，你又不是不知道。要是把江家给他们，用不了3天就要翻头。爸，你终于好了！这是诈尸了！我早就说过，那小道长是绝世高人，他给的药绝对差不了。那个小道长给的药，竟然真的有起死回生之能。什么小道长？什么药？爷爷，这是我和我爸去龙虎山为您求来的。龙虎山？
这是龙虎山老天师紫薇真人炼制的圣药，九转大混森呐。哎，你们在山上见到老天师了？老天师我们没有见到，这药是一个扫地的小道士被我爸的孝心打动给的。哦，既然不是老天师出手，那老爷子的病肯定是我请来的张神医治好的啊！对，那张神医啊，可是4大名医之首。我爸为了求药，跑了几千公里，又是给人下跪，又是磕头的，你们竟然还敢抢功劳，简直无耻至极！混账东西！你在侮辱一个古武大宗师的判断力吗？啊！我刚才已经恢复意识了，还想抢江家？你们俩滚！滚！信不他信？看他们什么看？再看老子弄死！老东西竟然没死成！算了，我现在火气很大，去找林娇娇泄泄火去。万老的病好了。吴秘书，您安排一下，我们再去一趟龙虎山，好好感谢一下那位小道长。不用去龙虎山了，我刚才在金海酒店看到了那个小道士，他好像是要去参加林家的庆功宴。什么？金海庆功宴？走，咱们一起去。小陈啊，这都什么年代了，凭着一纸婚约就想让我把女儿嫁给你，不太合适吧？难不成你们是想悔婚？怎么，你一个臭道士的婚，我堂堂林家大小姐，难道悔不得吗？婚姻大事讲究门当户对，我们家娇娇这么优秀，不是你一个小道士有资格惦记的。我说了，我对他没兴趣，我来只是履行婚约，是因为出于善心，不想让你林家遭难。放肆！你敢咒我们林家？我告诉你，娇娇只能嫁给江少，只能成为江家的少奶奶。什么江少？把林文东给我叫出来！你这癞蛤蟆，也配叫我爷爷？我这天鹅肉可不是你死缠烂打就能吃到的。今天是我林家获得江氏集团本亿订单的大喜日子，谁在这吵吵闹闹？他就是当年那个老道的徒弟。你就是当年那个邋遢牛鼻子老道士的徒弟？林文东，你就是这么称呼你的救命恩人的？哎，不是我求着他救，是他为了在我身上积德行善、耍功德，我都没找他收费呢。这么看来，你儿孙的行为是你纵容的。没错，娇娇和江少的事儿是我促成的。小牛鼻子，你回到山里去修道去。我孙女你把握不住，没江少来。江少为了追求我女儿，为我们林家拉来了江氏集团的100亿订单。你口口声声说跟我女儿有婚约，你又能带来什么？我能为林家带来什么利益？当年我师尊救下了还是赌鬼的林文东以后，他又拿林娇娇的姻缘作为筹码，祈求我师尊出手，为他逆天改命。师尊看他可怜，被他求得动了恻隐之心，所以才答应下来，以5年寿元为代价，用大神通为林家施法，集天地气运帮他逆天改命，才让林家在短短几年之内就发展成金海前10大家族。这就是我为林家带来的利益，够不够大？我林家能有今天，靠的是我林文东努力拼搏，而不是靠一个牛鼻子掐诀念咒带来的。我师尊折损寿元，为你们林家逆天改命，你们却想着背信弃义。你们做好遭受天道反噬的心理准备了吗？什么天道反噬？当年我师尊签订这桩婚约时，曾焚香祷告，上表天地，所以才有了你们林家如今的风光。你们若是背信弃义，就会触动天道，林家必将遭受天罚，家破人亡。哎呀，还上表天地。据我所知，这世上能够有通玄之能的，只有龙虎山的老天师。哎呀，你师傅他也配？你是不是想说，你师傅就是那位龙虎山的老天师？没错，家师的道号是紫薇真人，正是龙虎山上的老天师。龙虎山可是道教祖庭，是堪比古武顶级世家赵家的存在。就你这种穷酸道士，也敢往自己脸上贴金？一群有眼无珠的鼠辈！罢了，林文东，
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确定不怕天谴，要背信弃义的悔婚吗？我林恩都不是瞎的，今天这婚约我林家是悔定了，我倒要看看什么是天谴。不会这么邪门吧？晴天霹雳！哎呀，最近梅雨天像个雷邪门似的，快扶我起来！这是天谴预兆的开始。臭道士竟敢咒我林家！来人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，直接给我打死！爸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我们公司3艘货船在海上沉没，受此影响，我们的市值跌了2/3，我们林家已半步迈入破产的边缘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林家背信弃义，已被天道厌弃，破产只是一个开始，接下来就是人亡。你少在这妖言惑众！我林家，爸，爷爷，爸，怎么回事？怎么回事？给我们弄了啊！我没有知觉了，快去拿轮椅来！破产、不举、家破人亡，难道林家正在遭天谴？大家别慌，至少我们现在还有江氏集团的100亿订单在，只要有他在，不管我林家发生什么事情，都能更上好几层楼。还有侥幸心理呢？告诉你，江氏集团100亿订单没了，我说的，耶稣都留不住。谁他妈在这儿嚣张呢？品哥，这个臭道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，他想要娶我，被我拒绝之后，他就胡说八道诅咒我们家，你可要为我做主啊！放心，这口气我帮你出。小子挺有种啊，敢跟我抢你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需要知道你是谁，另外，别用你鼻孔瞪我。你刚才不是叫嚣着要江氏集团取消江家送给林家的100亿订单？正好，我在江氏集团就是负责这个业务，你取消一个给我看看呀！啊！看你这穷酸样，估计你也买不起手机吧？要不要借你手机，让你装模作样打电话呀？哪有那么麻烦？等他死了，江氏集团给林家的100亿订单自然就没了。什么？听你这意思，还想杀我呀？你有那能力？不是不理，而是没必要。你和林佳佳在一起就是逆天取死，你现在印堂发黑，不出7天，必定横死。妈的，你这个神棍还敢咒老子！老子今天弄死你！我跪下！跪下！你连最后的7天都不想等了？下！给我上！我弄死这个神棍！看他还敢不敢嘴硬！别做无谓抗争了，我即天意，你翻不了天。你要是天，今天就掀了这天！哎，父母，我在静海酒店被一个神棍给打了，你快带人来！江少叫来这2位宗师，前仙和必死无疑。父母，铁大师，就是这个神棍打了我，还干涉江家和林家的100亿合作，你快把我废了他！这天下能废掉我的人，还没出生。你也是一个武者，你家里的长辈没有告诉过你吗？宗师都是千人敌，宗师不可辱。谁告诉你我是武者，还宗师不可辱？就算你们武道顶峰的先天技，也不敌我1根手指。那我倒要看看你的骨头有没有你的嘴硬。我去！
就这点本事，还想给林家当出头鸟？这两大宗师连陈山河的边都没碰上，他到底是什么实力呀？家族所有宗师全都给我调来京海酒店！哎爹，我李家高峰的3位宗师请来，这李家和姐们的很，不把他杀了，我们李家有的日。快去请3位宗师，快！臭道士，你不是很能打吗？你不是要取消我跟林家的百亿订单吗？他给我碎尸万段，给我上！都给我住手！江老不是病了吗？怎么会亲自前来？难道是来见证江林两家共同合作的？都怪陈山河这个孽畜，毁了这个庆功宴。娇娇，快把握住机会，上去扶着万老啊！别想着表现了，我调了这么多宗师过来，肯定引起了老爷子的注意。他是来看看究竟谁这么大胆，敢在京海忤逆江家。我最烦你们这种打了小的再来老的，干脆你们一起上，我赶时间。臭道士，我爷爷出事，我看你怎么死！我等着。江云婷，你竟敢对道长不敬，实在太放肆了！你是看这臭道士长了一个小白脸，动春心了？我告诉你，他打了我了，他就是咱们江家的敌人。还敢口出狂言，简直该死！爷爷，我这是在维护江家的尊严，他就打我，您得给我做主啊，爷爷！小云，你怎么能这么打人呢？爷爷，是江云婷太不像话了，冒犯了道长。哎，他这种混蛋得左右开弓。下次我一定左右开弓。你倒是能明辨是非。江老，您误会婷哥了，是这个臭道士先动手打的婷哥，所以婷哥才生气的。你一个不知廉耻的贱人，也敢对我江家的救命恩人不敬？江家的救命人？京海江万豪，拜谢道长，救命之恩。起来吧，我也是看你儿子孝心可嘉，才随手丢了一瓶药给他。你给的丹药救了我爷爷的性命，江家欠你一个天大的人情。举手之劳而已。我知道，那丹药是老天师炼制的，但您能拿给江家，足以让江家成情。那丹药也是我随手炼的。他炼制的，算了，这次就不揭穿他了。不管怎么样，道长救了我爷爷，我江家向来恩怨分明。今天这事儿，江家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交代。爷爷，江云婷这个败类冒犯恩公，实在罪不可恕，请您下令严惩。是，废掉江云婷这条胳膊。哦，停止他所有的剑。爷爷，我是您亲孙子，您不能这么对我。在来的路上，我已经听说了你们林家的所作所为，像你们这种背信弃义的家族，不配成为江家的合作伙伴。我宣布，100亿订单取消。江小姐，我们林家已经风雨飘摇，如果没有100亿订单的话，我们家就会破产的。就算破产，那也是你们背信弃义的惩罚。江小姐，这里边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他就是个道士，他就是个神棍，他怎么能是你的救命恩人？他怎么有能力救你呢？小道长对我江家的大恩，还轮不到你来说三道四。另外，有我江婉云在江家的一天，你家这个林娇娇就别想进江家的大门。道长对我的处理结果可还满意？就这样吧，我懒得对一群将死之人计较太多。道长，您刚下山，还没有找到居住的地方，不如先到寒舍做客，给老夫一个报答救命之恩的机会。江家是南省顶级豪迈，消息灵通，顺便了解一下赵家情况也好。好，你们最后只有7天可活，尽快准备好后事吧。
校长，停！我是林长管啊！天哥，天哥，现在怎么办呀，天哥？好丧呢！还没死呢，这天塌不下来。我去报站，然后去见一个人。进。走。事情办得怎么样？出了点意外，还没办成。家人，你知不知道本少为何会去做那妓女？因为赵家要入驻京海，需要江家这个京海第一豪门做跳板。我爷爷又是个老古板，他不肯给赵家当狗，所以您想让我把爷爷毒死，控制江家，让江家成为赵家的忠狗。但你知不知道，没用的狗是用来杀的。二少，本来我爷爷今天都已经快死了，谁知道关键时刻冒出来一个龙虎山的臭道士，他有9转大还丹，又把我爷爷救活了。二少9转大还丹，他们竟然还找老天师求药去了。那不是老天师，那个就是龙虎山的一个扫地的小道士，叫陈山河。陈山河，这名字有点耳熟，好像在哪里听过。二少，他不光坏了我的好事儿，他还对赵家吹不去，说是看见二少您就要把您打成太监。哎，不是二少，这是陈山河说的，这不是我说的。二少，本少就不能打你了吗？一个小小的扫地道士，也敢出言顶撞我赵家，看来是时候让世人明白赵家的事。我要这个陈山河死。二少出手，天下尽在你手。听说江婉云是京海第一美人，到时候给我送过来，当我抓丫鬟。好，二少。小道长，我不想。啊，那我们应该如何称呼你？在俗世中就叫我的名字陈山河好。陈先生，你们龙虎山的确是卧虎藏龙啊，想必你也是一位医道高人吧？要不再麻烦你帮我爷爷诊治一下，看看他有没有留下什么后遗症吧。老姜服了我炼制的9转大还丹，已经百病不生，至少还能活50年。人呐，果然还是有虚荣心的，说的自己都信。爷爷，小吴找我签一下合同，我出去一下，你们聊啊。爷，快点把事情办完，回来陪陈先生喝茶。陈先生，慧然如炬。我在服完9转大还丹之后，不仅身体大好，甚至突破到了大宗师的境界。江家终于有大宗师坐镇了，这岂不是说我江家终于跻身于一流古武世家的行列？太好了！陈先生对江家恩同在手，今后若有差遣，赴汤蹈火，我江家在所不辞。老姜，你还算是个有良心的。人若是没有良心，与禽兽何异呀？你们聊什么呢？这么开心？陈先生，你被林家那个贱人退了婚，正好我的孙女长得也漂亮，我把她许配给你为妻。许配给你为妻。老爷子，刚刚夸完你有良心，你就想当我爷爷？爷爷，你怎么还乱点鸳鸯谱啊？我不嫁。胡闹！陈先生那种人杰你都不嫁，嫁谁？我知道陈先生是我们家的恩人，但现在这个年代了，报恩也不兴与生相许这一套啊。他的命格明明跟赵家气运不合，却又纠缠不清，难不成最后的命运是被赵家逼迫结合？有点意思。反倒与我的命格是龙凤和鸣，
我算了一下，我和江婉云的命格很契合，结婚也不是不行。那真是太好了，择日不如撞日，今天你们就去领结婚证吧。爸，怎么连你也叛变了？别担心，我很旺妻的，跟我结婚，保你一世平安。这是忘妻不忘妻的事情吗？我们今天甚至还第一天认识，根本就不熟。谁天生认识谁，慢慢处呗。既然陈先生都对你满意了，你还有什么说的？快跟陈先生领证结婚。这个孙女婿，我是认定了。爸，请您放心，我亲自送他们去领证，顺便带陈先生山河带山河买身新衣服，道袍啊，拍结婚照不好看。爸，怎么样？领证没有？本来呀，民政局已经下班了，不过我找了人让他们加班。现在嘛，山河已经是我们家的乘龙快婿了。好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山河，拿着。好，老爷子。山河，我已经准备了新房，可装修出来呢得个把月的。这段时间呢，你就住在我这儿，乖，上楼入洞房。爷爷，我和他今天才认识呢。正因为今天才认识，您可尽快的加强接触，我可盼着抱重孙呢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可得加把劲儿，快！走，你这干什么？我睡床，你睡地上。分床睡，可生不出小孩来。你还想让我给你生孩子啊？你死了这条心吧。是你爷爷和你爸的意思。哎，你别拿他们压我啊！虽然你换了道袍之后是挺帅的，但我江婉云不是那种看脸的花痴，我没那么肤浅。哦，那你还很有深度啊。我向往的感情，那肯定是轰轰烈烈的爱情，而不是受父母之命。还有，像你这种小白脸，不是我的理想型。那你的理想型是什么？我未来的老公，不说是像天策战神那种五勋盖世的存在，那也应该是能比肩有女财神之称何首富、何念安那种商业巨头，明白吗？你说的这两个，我都挺熟的，都是我徒弟。你这吹牛还吹上瘾了？天策战神跟何首富，那可是不世出的人杰，你凭什么当人家的师傅？我堂堂至尊天师，收2位人杰当徒弟，很合理吧？我要不是看你在龙虎山扫地，说不定我还真信了。谁说至尊天师就不能扫地了？刚才你说九转大还丹是你炼制的时候，我就应该拆穿你。强者的世界你还不懂，以后你就会慢慢知道。你赶紧上地上睡觉吧，你梦里什么都有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大丈夫生于天地间，岂能异于居人下？这句话是用在这里的吗？我这身份，你让我睡地板，就是在侮辱我。我去客厅。爱去哪儿去哪儿，跟我又没关系。有多少人想睡我的地板，都还没这荣幸呢。我是担心爷爷和爸看到他睡客厅不好解释，绝对不是担心他睡客厅会着凉。就是这样。他这神神叨叨的在干嘛？该不会是在跳科目3吧？爷爷这是给我安排了一个什么神仙老公啊？
你昨天在干嘛啊？神神叨叨的，你该不会是在修仙吧？这世上哪有什么神仙？要相信科学。你一个修道的还研究科学，怎么想考研啊？所谓天文地理、阴阳八卦，跟着修道和科学本就不冲突，都是探索天地奥妙和开发人类极限。老婆，哎，大壮，别这么叫我，受不了一点，鸡皮疙瘩都冒出来了。你就叫我婉云吧。你得适应这种称呼，毕竟咱俩都领了证了。婉云，北方赵家，你了解多少？你打听北方赵家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觉得在龙虎山扫地没意思，想跳槽到赵家去吧？跳槽？我想灭了赵家。你是在开玩笑吧？你快点告诉我，你是在开玩笑？记住，以后要是看到拿着我们陈家大象龙雀的人，千万不可以暴露自己的身份，你更不能去找赵家报仇。还是个玉佩，千万不要弄丢了。好好的活下去。妈，妈妈！赵无极，北方赵家铁门之仇，不共戴天。终究还是来晚了一步，没能救下陈家。胡梁天尊，此子与我有师徒之缘。就当我是开玩笑吧，说说北方赵家的事吧。你最好真的是在开玩笑。北方赵家是大夏最顶级的古武世家，不仅权势滔天，更是高手如云。听说光是大宗师的数量都一双手数不过来，赵家老祖更是超越大宗师，早就迈入了包丹境巅峰，又有大夏龙雀这种神器傍身。他把大夏龙雀随身带着，我也不知道具体细节，我也不太清楚。我们江家和赵家没合作成，我也没机会接触到这种顶级强者。江家没跟赵家合作成功，那为什么昨天给江婉云推算的时候，他的命格会跟赵家纠缠不清？喂？什么？岂有此理！我这就过去。我得出去一趟，早餐机点外卖吃吧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需要我帮忙吗？生意上的事情，你能帮上什么忙？走了。看来他遇到了不小的麻烦。谁家江氏集团闹事？龙会长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拿人钱财，受人之托。受谁的什么托？这就不用你来管了吧？江婉云，既然来了，就把这份文件给我签了吧。股权转让协议，江云婷，你是想让我把手里所有的江氏集团股份无偿转让给你？盛小姐，今天这份股权转让协议，你要是不签的话，我头就整死。龙会长，我爷爷的病情现在已经好了，我们江家也不是好惹的。哟，龙会长，他在威胁你呢。我还真没把江万豪那个老东西放在眼里。来啊，
先把这个小秘书胳膊给我废了！不要饶了我们！你放开小吴！别着急呀，先废了他，下一步才轮到你。你眼里就没有王法吗？王法，在这南省13市，我龙守成的话就是王法，我天龙会就是这南省的爹，我砸！我看看南省的天有几斤几两。陈山河，你还敢冒头？龙会长，他就是打伤江少的那个人。他就是2少一直追杀的那个臭道士，你快杀了他！居然还有送上门的功劳，小子，你是选择自裁呢，还是我让人送你回去啊？陈山河，你快走！龙守成是天龙会的会长，你惹不起的。别担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我陈山河的老婆，不是谁都能欺负。龙会长，您看到了吧？这小子没把您放在眼里啊！给你个痛快的选择，你不要，那就怪不得我了。来啊，上，弄死他！你这么能打吗？是他们太弱，我还真不知道。就凭他们这点实力，哼，也能称霸南省。小子，有点本事就敢在我面前交心。好，那老子今天就亲手整死。龙守成的实力比我爷爷都强，据说都快到爆干境了，你不是对手的，你快走！想走？晚了，老子亲自出手，他只有死路可以走。来呀，拿我的青龙刀来！陈山河是我的老公，你要是今天敢动他，我江婉云一定倾尽一切，与你们天龙会争个不死不休。那我就先杀了这小干粮，我倒要看看到底怎么个不死不休法。哦，就怕你这刀不够锋利啊！陈山河，龙会长的青龙刀可是天外云铁所打造，吹发立断，无坚不摧，分分钟就能让你身首异处。龙会长，他在看不起你呀！陈山河，你别闹了，你赶紧跑吧！等我江家的高手到了，你还有一线生机。放心吧，来来来，往这儿砍，看看能不能砍得断。陈山河，你疯了！龙会长，我要是你的话，我绝对忍不了，这太嚣张了！我长这么大就没见过这么嚣张的人！混账东西，找死！不要！怎么回事？他刀枪不入的吗？这不可能啊！青龙刀可算的是神兵利器啊！这小子好邪门，难道是横练金钟罩？你没事吧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一点伤口都没有？我练过的，金钟罩听过吗？一派胡！爆丹境之下就没有我一刀解决不了的。如果有，那就3刀。我奉劝你现在乖乖离开，还有一线生机。我龙守成从来就不知道什么是害怕。我承认有点本事，但是今天必须。龙守成，你真当我们江家是泥捏的吗？江婉云，你可代表不了江家。龙会长要杀的人，谁也挡不住。陈山河，你也不是说我林家只有7天了吗？我看你还是想想你自己的头七怎么过吧。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好啊，那我就成全你。来，站远点。那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大同世不可辱。竟然动不了了！陈山河，你敢打！
回事？被这样打脸，他都没反应。现在感受到了恐惧了吗？那种未知的恐惧。坐下。陆会长，你在干什么呀？他这么侮辱您，你快杀了他！死贱人，老子要是能动，一定弄死。龙守成，他这是怎么了？说明他要跟我们好好谈谈。龙守成，和谐社会，不要动不动就喊打喊杀，要遵纪守法，明白吗？明白。还有，要讲文明，懂礼貌，不要出口成脏，还不快给我老婆道歉？对不起。你还要不要我老婆签那股权协议书？陈然和，你搞什么鬼？你最好给老子老实点，要不然我……你过来。你让我过去，我就过去啊！我不要面子啊！你一个将死之人，不好好等着，在这乱跳什么？我警告你，你赶紧放开我！我现在可是给赵二少办事儿，他是北方赵家的嫡系子弟，你敢动我，二少一句话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你竟然跟赵家的人勾搭到一起了！赵家二少如今最看重廷哥了。我原本以为你能慢慢懂事，结果没想到你却越来越蠢。你难道没想到赵家只是利用你来蚕食江家吗？别跟我提江家！总有一天我要让你跪在我的脚下，亲眼看着我夺走你的一切。你为赵家做事，更该打死！别打了！别打了！我说你的命格怎么会跟赵家纠缠不清？什么命格？没事了，已经变了。然后你完蛋了，你赵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不放过我，我还不会放过赵家。回去问问赵家，他们还记不记得我陈山河？让他们洗干净脖子，等我杀。滚！陈山河，我都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赵家有多强大了，你为什么还敢这么挑衅他们？这小子也太狂了，赵家那种庞然大物都敢惹呀！然后就等着赵家二少和赵家的怒火吧你！滚！廷哥，咱们走，咱们去找二少来收拾他们。龙会长，我刚刚问的问题，你还没有回答我呢。不用了，刚都是误会，是误会。姐，对不起，请您原谅。你要是觉得他的诚意不够，我还可以再跟他谈谈。不用了，既然是误会，那就算了。先生，可以走了吧？好啊，既然已经解决了问题，那就没有必要再去解决制造问题的人了。走吧。陈先生，感谢您不杀之恩。这是我的名片，以后在南省有什么吩咐，您随时叫我。走吧。刚才是怎么回事？难道说你是用了什么神仙手段？别傻了，世上哪有什么神仙？要相信科学。那刚才那一刀，我堂堂龙虎山的道士，会点金钟罩，很合理吧？金钟罩不是少林的吗？不重要。那龙守成呢？那可是半部爆弹剑的强者呀！你竟然能让他令行禁止，这说明龙守成这个人很有素质，给他讲讲道理，他就能虚心接受。南省地下霸主有素质，讲道理能虚心听进去，这更不科学。你之前跟这龙守成打过交道？没有啊，我们江氏集团那可是做正经生意的。这不就得了吗？人不可貌相，说不准这龙守成私底下还扶老奶奶过马路呢。这么简单吗？反正不管怎么样，今天还是非常的感谢你过来帮忙，但是你今天这么挑衅赵家真的是太冲动了。你知不知道赵家那是我们惹不起的存在？我心里有数，有数就行。江云婷那个败类竟然和赵家二少勾搭到一起去了，我要赶紧去把这个情况告诉爷爷。另外，我还要让爷爷想办法去
去找赵家，帮你缓和一下。你这么在乎我呀？难不成你是爱上我了？我才没有爱上你呢。也对，我又不是什么天策战神，也不是何念安那样的商业巨子，我仅仅是他们的师傅。好不了3分钟就现原形。会长，我们这就走了吗？刚才那小子在你面前这么嚣张，你为什么不把他碎尸万段呀？闭嘴！这个粗货那小子，那陈先生枪的特别邪门，给我的压力比爆弹这强者都要厉害，说不定已经达到传说中我许念的先天之将。这种存在是我们能招惹的吗？还有这么想？可是，如果我们没完成任务，赵家那边，赵家那边要整什么污玩意，让他给人咽下去。都12点了，你怎么还不睡？是沙发睡不习惯吗？我在研究科学呢，不用管我，你去睡吧。别担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我陈山河的老婆，不是谁都能欺负的。受不了了！陈山河，干嘛？你过来！你回房间来睡。你死心吧，我不可能睡地铺。我没让你睡地铺，你和我一起睡床上。你想通了？对，想通了。就知道躲不过这一关，来就来吧，我可是纯阳之身，便宜你了。脱衣服干什么？睡觉不脱衣服？那你也没必要脱得这么彻底。那你喜欢穿着衣服，那我脱裤子。臭流氓！我是说要跟你睡，但我没有说让你睡我。今晚你睡外面，我睡里面。看到这条线了没？你要是敢越过这条线，我要你好看。我还以为你想通了呢。不是说好的不要过线吗？臭流氓，你怎么过线了？是你过的线，抱的我。我过线怎么了？我又没对你干什么。要不是我好心把床分给你一半，整张床都是我的。我想抱哪个布娃娃就抱哪个布娃娃。哼。好看吗？挺好看的。还看？我去洗澡。他跟我说去洗澡，是暗示着我跟我一起去，还是让我等他呀？还骂我是臭流氓，真是的！我以后再也不相信什么暗示了，除非是明牌，否则我绝不主动。
你这是在干嘛？顾佳佳呢？我在整理东西，准备找一块玉。这是什么萝卜？你们龙虎山的土特产？这是昆仑山的土特产，万年参。随便一根须子就能助你一甲子功力，到时候我传你一套修炼功法，你可以配合试用。得了吧，要是这么容易增强功力，那些古武宗师、大宗师的实力就不会那么强了。爱信不信。这是什么玩意儿？这是我大徒弟萧天策送给我的麒麟殿最高信物，说是可以调动麒麟殿一切力量。不是我说，你这爱吹牛的毛病真的该改了，否则迟早祸从口出。麒麟殿那可是大夏官方最高机构，萧战神那可是大夏实力第一人，哪是你能随便拿来吹牛的？本来我想咱们都结婚了，我找块玉给你雕套首饰护你周全。唉，没想到你这么不相信我，我没什么兴趣了。你还有玉雕的手艺呀？我刻的阵法。唉，算了，我最多给你找块玉牌，其他的看你表现。喂，爷爷。啊，好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过去。爷爷叫我们去他那边一趟。哎呀，你这些破烂回头再收拾吧。出去，我换衣服。爸，爷爷，你们打电话找我过来干什么？山河、安云来了，坐吧。昨天你和我们说了江英亭这个孽畜吃里扒外的消息之后，你爷爷已经把江英亭父子俩逐出家门了。还是爷爷有魄力，如果让他们父子俩继续留在江家，迟早会搞出更大的乱子来。有魄力啥呀？爷爷是遇到了难办的事儿，得把你们俩找来商量商量。明天赵家要举办招商会，挑选在金海的合作伙伴，还给我们江家发来了请柬。哟，还真有点意思。昨天的事情已经很明显了，赵家是想吞并我们江家，这场招商会只怕是场针对我们江家的鸿门宴。喂，你的意思是我们不去？没错，我们不去。赵家的确权势滔天，可我们江家从一开始也没有打算和他们合作，所以惹不起我们就躲着他们。不，这招商会我们一定要去。你知不知道，这明显是一场鸿门宴啊！知道，但你以为不去就能解决问题了？山河说的对，赵家既然发来了请柬，就根本没有给我们留下拒绝的余地，不去也得去。嗨，明天我亲自去。老爷子，您在家好好休息，明天我替你去会会赵家。陈山河，等等我！我听说赵家老爷子赵无极正在闭关寻求突破。是啊，一旦让他突破爆丹境，踏入先天境，就有了能汇聚龙脉气运的神通，到时候肯定会成为大夏的国师。再加上赵家现有的那么多大宗师，这赵家真的就要举世无双了。我觉得山河对赵家很有敌意。爸，山河是为了我们江家才对赵家有敌意的。误解我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我想只是我们和他现在的处境是很危险的。其实我不这么认为，我亲眼看见山河的无限神通，我相信有他在，就算赵家也绝不会是他的对手。好，明天我们一起去，不能让山河自己面对。陈山河，陈山河，你等一下。你昨天刚说了赵家的坏话，如果明天去招商会的话，就等于送人头上门，你不能冲动，这事要从长计议。赵家真要像你说的那么强，这么在意我的话，我就算躲在家里，他们也能随时找上门来收人头。还有，你就不能对我有点信心吗？这种小场面，我能应付得了。你要实在不放心，明天就跟我一块去。待会儿进去之后，你千万别冲动，一切看我眼色行事。左顾右盼什么？我跟你说话呢。我在看风水，果然，不愧是京海最顶级的酒店，风水不错，适合埋人。
你不会真的是来杀人的吧？别担心，我是守法公民，我只杀畜生。那就好，我们找一个小角落，装小透明。陈山河，这是赵家的招商会，你一个神棍有什么资格呢？请点让我进。这是给江家的请柬，你是江家的一个废物赘婿，不是你怎么有资格进来的？赶紧给我滚出去！我江婉云的丈夫凭请柬入的会场，符合规则，你凭什么赶他走？倒是你，明明已经被逐出江家了，怎么好意思打着江家的旗号入会场？江婉云，你是不是觉得给我逐出江家你很得意？告诉我，有你哭的事。至于我是怎么进来的，告诉他们我的身份。云哥现在可是赵氏集团旗下新的子公司云亭集团的总裁，这次赵家招商会，他也是筹备负责人。陈山河，你觉得像你这样一个废物赘婿，婷哥有没有资格让你滚出去？哎，你要是想留在这儿见见世面，不是不行。那这样。为什么还是个我吃留在这？看来脸消肿了，记忆也消失了。陈山河，昨天赵家的人没来，你打我；今天赵家的人来了，你还打我。赵家的人不是白来了吗？王副会长，这有人闹事儿，你赶紧带人过来。我们是受邀而来的，你不要没事找事儿。陈山河，我今天要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退一步海阔天空，我们没有必要跟他硬碰硬。这世上还没有人能让我退一步，放心，有我在，天塌不下来。向总，怎么回事啊？王会长，就是这人在这闹事，他还打我。王会长，你赶紧杀了他！你是赵家的人？没错，老子是赵家的忠实合作伙伴，也是天龙会的副会长。这酒店就是我天龙会罩着的。小子，你知不知道在这儿闹事就等于找死啊？汪副会长，你别乱来。上次你们龙会长还给过我丈夫名片呢。切，一个小小的赘婿，有什么资格拿到我们会长的名片？哎，把这手脚给我废了，扔出去。是。我是来找你们赵家算账的。看在龙首城石像的份上，我给你一个消失的机会。原来是个鼓舞者呀！我说怎么会这么嚣张？行，那我今天就亲自废了你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天龙会可忍。怎么，你们想为了这个赘婿跟我们天龙会作对吗？王副会长，山河是我们江家的女婿，不是什么赘婿。那老子可管不着。今天他得罪了天龙会，一定要教训他。来人！汪启年，我江家也不是好捏的软柿子，你不要太过分了。哼，那我今天就过分一下给你看看。这小子我吃定了，耶稣都留不住他，我说的。如果这话是龙守成说的，我或许会记得。你一个区区副会长，没有资格这么猖狂。好东西！你江万豪，老四，你敢对王副会长出言不逊？告诉你，小心我今天把你一块废了！你个孽畜！我是你爷爷。你是我爷爷，怎么你还想打我呀？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赵二少的人，碰我一根毫毛，我把你骨灰扬了！我这个不孝的畜生！快给我打死他们！好你个江家，居然帮着陈山河来对抗我们天龙会，你跟他一块去死吧！龙守成在我面前都不敢喊打喊杀，就凭你在我面前还敢放肆！谁在这大喊大叫啊？
地下干嘛？会长，会长，会长，哎呦，会长，你看我被人打的，有人要跟我们天龙会作对啊！动了天龙会副会长，就是不给我龙首城面子。谁啊？今天要把他挫骨扬灰！是他，会长，就是他打的我。你。陈先生，陈先生，会长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快起来，我扶你。起来说话吧，地上凉。哎，谢谢陈先生。你刚刚要说对我怎么样？我没听太清楚。陈先生，误会，天大的误会。别说你要对抗天龙会，就是让我解散天龙会，我也没有意见。龙首城，龙首城怎么这么惧怕山河呀？上次也是这样，陈山河说什么这个龙首城都照做，而且还给了陈山河一张名片，说要感谢他的不杀之恩呢。你手底下人喊打喊杀，这就不是误会。有这事儿，交给我。哎，黄启年这个不长眼的狗东西，给我拖出去，打断他双腿！会长，会长饶命了！我为天龙会立过功啊！我为天龙会立过功啊！爷爷，会不会是这个陈山河手里有龙首城的什么致命把柄？不会，像龙首城这种半步报单境的强者，是不会有让人手捏把柄的威胁。你们想复杂了，山河呀，就是神仙一般的人物，龙首城再强，也绝不会是他的对手。怎么可能？陈山河才多大年纪，实力还能比龙首城厉害？陈先生，江云亭这狗东西是不是也对您不敬了？我把他的双腿也给他打断。龙首城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可是赵家的人，你敢动我，赵家不会放过你的。你要是赵家二少，对你可能还有点忌惮，可惜了，你不过就是他身边的一条狗。你觉得他有必要为了一条狗和我撕破脸皮吗？啊！这么对我，赵二少来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赵氏集团总裁赵伟业到。赵总，天龙会的人竟然联合江家要造赵家的反，龙首城还打我，这分明是不把赵家放在眼里。赵总，你得替我做主啊！赵总，听哥说的都是真的，陈山河他们分明就是没把赵家和您放在眼里啊！一点小事都做不好，滚一边去，我来处理。欢迎诸位来到我赵氏集团的招商会。今天，我赵氏集团将会从在座的诸位之中选出一位为我赵家的合作伙伴，全权负责赵家在京海的各项业务。赵总，请选我，我金威集团愿出10亿拥护赵家，我洪胜出20亿。赵总，请给我们一个合作的机会啊！我们反正没有和赵氏集团合作的想法，不如先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吧。来都来了，不找赵家人拿点利息，太吃亏了。可是，我能感受到诸位的诚意，不过经过多方考虑，我们最终决定还是由江氏集团为我们的合作伙伴。江家主，合同在这儿，你们江家是今晚最大的幸运儿，签字吧。赵总，我们江家暂时没有和外部合作的意愿，你把这个机会让给其他人吧。你觉得我是在跟你们商量？合同准备好了，拿来我看看。那你就好好看看吧。赵氏集团旗下子公司云亭国际以1亿元的价格全资收购江氏集团100%的股权。你们赵家给出的条件，等同于不花钱拿到江氏集团的全部股份，这完全没有区别。怎么没区别？不花1分钱拿走江家所有资产，那叫明抢。赵家虽然权势无双，但也遵纪守法。10年过去了，
你们赵家只学会了又当又立。江婉元，你以为把我逐出江氏集团，江氏集团就是你的囊中之物了吗？告诉你，它永远都是我的。你们赵家是要把人逼死吗？放心，死不了。你们江家的固定资产，我们会给留下1%，足够你们生活下去的。这么说来，我还要感谢你。我告诉你，我绝对不会签这种不平等的合约。合同上有赵家的公章，就代表了北方赵家的意志。能违逆赵家，你大可以试试。看好了！哎，不要！敢！你赵家的意志，在我眼里都是狗屁。赵家，你找死！赵爷不过就是赵家的旁系，如今才30岁，竟然已经达到了大宗师境界，这就是北方赵家的底蕴呐！爷爷，你快救救陈山河！赵家旁系，区区宗师巅峰，连蝼蚁都不如，不配死在我手上。现在赵家嫡系不出，叫旁系来顶。赵家嫡系，滚出来！这江家女婿疯了吧？撕了赵家的脸面，伤了赵家的旁系，这也就算了，他还敢叫嚣赵家的嫡系，他怎么敢的呀？看他身手不错，估计年少得志，没遭受过社会的毒打。再怎么少年得志，也不能没有脑子。像北方赵家这样的鼓舞巨无霸，能挑衅吗？那可是会死无葬身之地的呀！赵伟业就算只是赵家旁系，那也代表了赵家的脸面。你怎么敢废了他？还敢对赵家嫡系叫嚣？你知不知道，赵家一怒，我们都将死无葬身之地。死无葬身之地的只会是赵家，信我。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在逞强？就算你能打赢宗师，可是赵家宗师多如狗，你知道是什么概念吗？我们走，叫上爷爷和我爸，我们一起去国外，大不了咱们从头再来。得罪了赵家还想走，哪那么容易啊？别怕，天塌下来，我都顶得住。到现在你还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吗？山河这次是真的冲动了。这事儿，其实山河根本没错，赵家都把刀架到我们江家的脖子上了，这都不反抗，难道我们任由他们宰割吗？反抗赵家就是斩臂挡车。山河都说了，他不怕赵家。他年轻气盛，你也不懂事。赵家有多强，你不是不清楚。爸，你对山河多点信心好不好？山河就是神仙人物，况且我们也不是孤立无援呐。龙会长，我觉得我们需要好好聊聊。田家主，你想聊什么？龙会长，赵家的霸道作风，想必你比我更清楚吧？赵家入驻南省，蚕食了我们江家，你以为你们天龙会的下场会好到哪儿去吗？你是想让我当出头鸟，替你去对付赵家？我们这叫互帮互利。龙会长，我们只有合作，才能有一线生机。好，我天龙会从现在开始就跟江家结盟，然后我们共进退。在这种情况下，龙守成竟然选择和我们一起对抗赵家。看来龙守成还挺聪明，做出了正确的选择。你们真以为多了个天龙会就能对抗赵家？现在就给赵二少打电话，等他来了，你们都得死。我们走，不要和他们起正面冲突。我要等赵家嫡系出现。能不能理智一点？是谁在我赵家的招商会上闹事儿？完了，走不掉。二少，
天龙会和江家要造您赵家的反，特别是陈山河，他竟然废了赵总。是啊，二少，他根本没把您放在眼里啊！赵伟别这样，连个江家赘婿都收拾不了，真是丢尽我赵家的脸。带走。江龙上，我赵家让你当狗，是你们江家的荣幸，你竟敢不识抬举！这份荣幸，我们承担不起。我现在给你们2条路，要么无条件归顺我赵家，成为赵家的附庸，要么江家从此世间除名。江家只希望保持现状。你敢不给我面子？我们做事就是这样。你倒是主动跳出来，现在立马给我跪下！我可以考虑给你一个痛快的死法。我是让你来受死的，不是让你来耀武扬威的。你不要激化矛盾，惹不起我们就走。从赵家入驻京海开始，江家就已经没有退路了，矛盾早就没法调和了。你说的还真没错。也就是江婉玲吧，不愧是京海第一美女，名不虚传。赵二少，我们江家只想在京海安心发展，请你高抬贵手。没问题，只要你今晚把本少伺候舒服，一切都不说。我已经嫁人了，请你放尊重一点。没事儿，我现在就帮你把他给杀了，乖乖听话，我可以再给你们江家一次当狗的机会。狗一样的东西，还敢对我老婆伸手！太好了，陈山河不知天高地厚，连二少都敢打，这下他死定了。刚才我还真担心二少会被江婉云那个贱人给迷住，现在好了，赵家一怒，石沉千里，以后整个京海就是我的了。你是在怪我太冲动吗？不，我也想打他。接下来，我们就一起面对狂风暴雨吧。什么狂风暴雨？你就站在旁边好好看看我是如何收拾赵家的。哎呦，二少，你长这么大还没人敢打本少，你是第一个。还有赵家嫡系要过来吗？没有的话，你先死一步。还敢嚣张！今天本少就让你死无葬身之地。二少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请你高抬贵手。江万豪，本少要杀的人你都敢保，你是当我赵家的刀利吗？赵家的刀利，但山河是我江家的女婿，江家不得不保。好，那江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。二少，这里是南省，还请二少给我龙省城一份和面，见过此事吧。你龙守城在南省也算是一个狠角色，但在我赵家眼里，你只是一条狗。既然你这么想保陈江河，那你就跟他们一块去死吧。好，那我天龙会今日便和陈先生共进退，就算是死，老子也溅你们赵家一身血。不过就是几个小宗师，也敢叫嚣着要保本少要杀的人。来人！把他们几个，还有陈山河，一块都给我杀了！不愧是顶级古武势力的实力，一出手就是这么多宗师和大宗师。陈山河，这下你死定了！你们就睁大眼睛好好看看，我是怎么把你们心目当中神一般的存在踩在脚底下。爸，你干什么？婉月，你先别说话。山河，今天这事儿，你给我个准信儿。岳父放心，一切有我。好，我信你。你们把小姐送回去。爸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跟你们一起面对。你不是武者，你留在这儿，我们还得分心照顾你。放心吧，我不会让你这么年轻当寡妇的。那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还有你，我在家等你。快走！你们把小姐送回去。快走！想走？问过我了吗？把那个女人给我抓回来！
陈和，敌人强大，待会儿形势不妙的话，你也趁机离开，带上婉云远走高飞。老爷子，我出手，你放心吧。赵家这阵容，就是江万豪这条老狗也只有挨打的份儿。你出手，能管什么用啊？给我灭了陈山河！我要让他死得太痛快了，我要一天一天的折磨死他。区区几只蝼蚁，还想打断我的手脚？二少，你放心，折磨人这事儿我拿手。啊！滚！陈豪，这什么功夫？一句话，这10个大宗师都找不上了。跟狮吼功差不多的东西吧。啊，这就是陈先生的基本操作。老爷子，淡定。基本操作？侯会长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以为就你儿子几句话就能把我吓住？我就能冒着掉脑袋的危险去对付赵家？陆会长，你这山河手里吃过亏吧？是。我早就说过，山河神通广大，我早就说过。山河，你到底有多强？仙人之下，我无敌；仙人之上，我亦无。他那几个没用的废物，还真以为自己天下无敌了。来人！让他见识一下什么叫真正强者。这5个人竟然都是半爆丹境的存在，敌人比我还强，1对1的情况下，我都不是对手啊！按你说的话，我们是必死无疑了。老爷子，别担心，就算来个赵无极，我也可以用一只手捏死他。更何况面前这几个半步爆丹境，先打断陈山河的手脚，我要亲自将他凌迟处死。给我上！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败了？陈先生出手了吗？他是怎么做到的？这邪了门了！不是要废掉我手脚吗？不是要让我生不如死吗？你走什么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要杀了你！山河，不要冲动。据说赵伟国是赵天莲最疼的儿子，你要亲手杀死了他，那我们跟赵家可真是不死不休了。我怕是赵家家主要是敢动我，他会把你做养灰。放心，你爸也在我死亡名单里。山河，他要死在你手里，那赵家跟我们彻底的不死不休了。陈先生，赵家辉县的武安殿，光钟石境就有数万人，就算你再强，也是招架不住的。听到没？要是敢动我把避灭家剑满门。放心，我避灭赵家满门。记住，杀你的人是陈家陈山河。陈家？哪个陈家？西南陈家，你是西南陈家的余孽。赵家灭我陈家满门，我杀了你，不冤枉吧？不，你别杀我！只要你不杀我，我可以把你们陈家的大夏龙雀还给你。大夏龙雀，我会找赵无极亲自去拿。给个机会，我想做个好人。别害怕，你只是先走一步，很快我就会让赵无极去见你。赵家的人必死！完了，赵二少爷死在这儿，会牵连整个南省的呀！他真是疯了！赵家可是大夏第一古武世家呀！赵家一怒，伏尸万里，江家彻底完了。陈先生，你冲动了！赵微博
杀不得呀！整个赵家都是该死之人。怎么回事？我怎么摔倒了？二少，二少，我扶您起来。没劲儿了，完了，全完了。心脏复苏，人工呼吸。我已经把他杀了。把他杀了？怎么搞的呀？回去告诉赵东来、赵无极，就说10年前我陈家血仇，我陈山河回来报了。陈峰，在底下，去保持警戒，不许人过来。申河，你老爷子，我们是一家人，有什么话你就直说吧。刚才我没弄明白，你跟赵家有仇？10年前，我陈家也是古武顶级4大世家之一，他们赵家觊觎我陈家至宝轩辕秘藏，他们联合大量高手攻击陈家。我陈家满门被灭，只有我侥幸活了下来。什么？你是陈家的后人？血海深仇，不共戴天。原来如此，现在赵伟伯死了，赵家肯定知道你还活着，他们肯定会疯狂报复。赵家高手如云，我们要好好计划一番才好。不用这么麻烦，等他们一个一个过来送死就好了。我们知道你很强，能不能透个底？你到底有多强？武道极致，破碎虚空，不敌仙人一尺。仙人一尺，你山我照的，完全听不懂，不过听上去很牛逼啊！这世间竟有真仙在。家主，家主，家主！你们这是抬了个什么东西进来？晦气！家主，这是二少。微博他是怎么死的？家主，杀二少的人叫陈山河，他还让我转告您说，西南陈家的陈山河来报仇了。原来是西南陈家的余孽陈山河，悔不该当年我没有把陈山河这个孽种追杀到底。家主节哀，如今江家和天龙会都跟陈山河勾结在了一起，二少的死很可能只是个开头啊！我赵东来今天对天发誓，我一定要亲手杀了陈山河和江家所有人，还有天龙会的龙首长。我要用他们的血来祭奠我儿在天之灵。如若为师，犹如此辈。陈山河，这次我看你怎么死！以我的名义发动武王令，命令武王殿3万宗师强者全部赶赴京海，杀陈家余孽，灭江家满门，屠天龙会。是。陈山河，你没事？爸、爷爷，你们都还好吧？我们能有什么事儿？好着呢。你们是怎么解决的问题？赵家竟然答应放你们回来？解决不了问题，那就解决制造问题的人。什么意思？我把赵伟博杀了，没拿我们，自然就回来了。只是杀了一个赵伟博而已，这么害怕干什么？而已？那可是赵家2少啊！完了，我听说赵东来最疼赵伟博了，他死了，赵家一定会疯狂报复的。插播一条紧急消息：隶属赵家的武王殿突然精英进出，
3万宗师遗体赶赴京海，疑似有大事发生。武王殿倾巢出动，这是雷霆震怒啊！3万宗师，这么大手笔，难搞喽。现在知道怕了有什么用？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不是害怕，就是有点烦。毕竟，就算3万头猪，3天3夜也抓不完。算了，我让萧天策去收拾他们好了。我也懒得跟蝼蚁一般的宗师计较。叫萧天策来，萧战神是麒麟殿的创始人，麒麟殿是大夏第一组织，连武王殿都不是麒麟殿的对手，你凭什么叫人家过来？哪有你说的那么邪乎？我要给你雕玉牌，拿着这个东西去麒麟殿京海分部，萧天策自然就会带人来支援。你还吹牛？你是嫌一个武王殿不够我们头大吗？我信。那还是岳父有眼光，多跟我岳父好好学学吧。爸，怎么连你也跟着胡闹了？我信山河的话。走，万言，我陪你一块儿去麒麟殿分部搬救兵。快去换衣服。爸，陈山河是不是给你下蛊了呀？胡说，山河多好的人，怎么会做这样下三滥的事情？原本我只是好奇，你为什么相信陈山河的话，拿个手办就能命令麒麟殿分部办事儿？但是现在，你竟然好像真的相信陈山河有下蛊的能力。你不懂，山河神通广大，超出你的想象。来者何人？今日麒麟殿不对外开放，赶紧离开。我们是找麒麟殿京海分部负责人谢提督的，麻烦您通报一声。不要见我。谢提督，我是京海江家家主江龙山，想麻烦您一件事。今日萧战神手下第一护法叶龙大人在我们京海分部视察，我没时间和你多说。现在你们马上都给我离开。谢提督，我是来求助的，我有麒麟殿的信物为证。玉麒麟怎么得到的？哦，这是我女婿陈山河给我的。好啊，假冒我麒麟殿信物就算，还敢拿到我麒麟分部招摇撞骗，你这分明是不把我麒麟殿放在眼里。来人！谢提督，这是我女婿给的，这是假冒的。还敢狡辩？给我拿下！知道，不敢听信陈山河的话。提督，你再仔细看看，我女婿肯定不会骗人的。我什么身份，还能不认识麒麟殿的信物？就这破玩意儿，地摊上10块钱就能买一件，还想骗我？哎，这破玩意儿还挺硬。给我拿大锤来！还不信这邪了？谢提督，不能砸呀，这是麒麟殿的信物啊！爸，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别管了。那怎么行？先砸了这破玩意儿，再砸你们这帮骗子的脑袋！住手！住手！谢辉，你是想造反吗？娘儿，我正在处理一件诈骗案件，还是出去。别拽小家无辜的东西！给这灵符的人呢，快带我去拜见。拜见？今晚这玉符是他们拿的。把人放开！你们这灵符从哪弄来的？这个是别人给我们的，说是拿这个东西可以调动麒麟殿的天策军对抗武王殿，保住我们江家。你们想从麒麟殿调多少人过去？能调动吗？原则上当然越多越好。当然了，如果有不方便的地方，不用太多人也可以。没什么不方便。麒麟殿的10万精锐宗师可进入。这东西的权限这么大，比你想象的权限更大。太好了，陈山河总算靠谱了一次。江小姐尽管安心回家，有麒麟殿在，绝不会让武王殿动江家分毫。太谢谢你们了，叶大人，麒麟殿真是我江家的大恩人呐，那我们先回去给老爷子做喜去了。行。叶父，我们真要为了这麒麟族跟武王殿为敌啊！你知不知道，就算是天策战神本尊过来，见到拿灵符的人都得磕头跪拜，你却冒犯他，可能被处分吧？战神，您的天策灵符在京海分部出现了，您的师尊出山了。
见到谢提督了？见到谢提督了，但是他直接叫人把我们赶了出去。我就知道是这样，我就知道。文渊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思拿爷去开心？要是把他急出病来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什么意思？我您是在骗我？难道山河的玉麒麟真能请谢提督帮忙？谢提督不肯帮忙，但是麒麟殿的首席护法叶龙大人也来到了金海。他看到玉麒麟之后，当即拍板，决定派出10万宗师来帮我们一起对抗武王殿。太好了！麒麟殿有爆丹巅峰的金刚坐镇，麾下又有10万中军，完全镇得住武王殿。叶护法来了没有？他还没来。他说没说什么时候来？我们得迎接一下。好像也没具体定下来，他就说让我们先安心回家。怎么会是这样？武王殿随时可以攻来，麒麟殿就是有心帮忙，只要叶大人没给我们回来，那也是鞭长莫及呀。要不我再去找一下叶护法？你的玉麒麟也没拿回来，还怎么求啊？咱们得做好最坏的打算，求人不如求己呀。我们自己硬扛武王殿。哎，你去哪儿？我去找陈山河聊聊。去吧，你们新婚燕尔，趁着这仅有的时间，好好谈谈，然后爷爷送你出国，远离这纷争。回来了。陈山河，我们得好好谈一下。什么事儿？你说。刚才我和我爸去了麒麟殿分部，把玉麒麟给了叶龙护法，他也的确答应帮我们，但是武王殿的人随时都会过来报复，麒麟殿那边的态度又没有那么积极，可能不太靠得住。放心吧，既然他们收下了灵符，就一定会及时过来增援的。事情没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麒麟殿那么大的一个组织，反应能力肯定不会太强。刚才我爷爷也说了，要做最坏的打算，把我送出国，远离纷争。所以你是来跟我道别的？不，我是来告诉你，我不走，我要留下来陪你，你们一起面对。你不是不相信我能摆平赵家吗？时间既然给了，你为什么不走？谁让我嫁给你了呢？正所谓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难不成我还能大难临头就各自飞？既然你不走，那你就安心在家待着。就算这麒麟殿支援不了，我也能摆平武王殿，就是有点麻烦而已。你就别吹牛了。我已经认命了，现在我只希望下辈子能够走运点，不要和你结为夫妻。没关系，等我找赵家报完血海深仇，我让你江家一跃成为整个大夏第一豪门，我让江婉云你成为世界上最尊贵的女人。到那时，你可能就会希望生生世世都跟我成为夫妻才好。有一说一啊，你的内心还真的是很强大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开玩笑？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得罪了赵家，我真的相信你一定能成就一番事业出来。陈山河，我是北方赵家家主赵东来，我在东郊有人等，1个小时之内，如果你不来，我就让整个京海天翻地覆，血流成河，让全城的人为我那无辜惨死在你手里的韦国孩儿陪葬。没想到赵家的人来得这么快，怎么办？对了，逃！拿着这个钱，赶紧离开这里，离开京海，逃得越远越好。为什么要跑呢？他来了，正好我可以找赵家收一点利息。你收个鬼！不说武王殿的3万宗师，就连赵东来都亲自来到了京海，你还不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吗？赵东来可是进入了爆丹之境的超级强者，爆丹剑神，金刚不坏。金刚不坏，我还心人不服呢。我要走了，那整个京海的几百万人民怎么办？只要有官方在，就算赵东来再厉害，也肯定不敢屠城。至于我江家，大不了躲到城主府去，只要能保住性命，就算赔出所有家产也没关系。但是你不一样，赵伟博士死在了你手里，你只要出去了，就绝对没有活命的机会。你刚才不是说过吗？你做不到大难临头各自飞，那你觉得我能做到吗？算了，不跟你说这么多了。你安心睡一觉，等我取完赵东来人头，
就会回来。赵东来，听说你在找我。婉莹，婉莹，婉莹，赵家都打上门来了，你怎么还睡觉呢？我睡着了吗？陈山河呢？正要问你呢。龙会长听到了赵东来的隔空传音，所以过来找山河一起商量对策。他人呢？肯定是他把我点晕了。他肯定自己去东郊陵园找赵东来了。山河是这么冲动啊？这不白白受死吗？简直是胡闹！他是不想拖累我们，不行，我们得去救他。快，带上江家高手，吃人山河。江家所有高手都在楼下候着呢，我们出发吧。走。赵东来，听说你在找我。陈山河，是我。10年前让你侥幸逃生，你不躲着苟延残喘，竟然还敢出来杀我的儿子！你赵家灭我满门，我杀你儿子先收点利息。很快，我让你们赵家满门覆灭。大夏龙血，10年前，我就是用这把大夏龙血，亲手割开了你们家人的喉咙，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我面前痛苦挣扎。不过，他们嘴巴也是够硬，挣扎了10几个小时，都不肯说出你们家的轩辕秘藏下落。我就用这把大夏龙血，把他们砍了喂狗。这回天气变幻莫测，今日我就拿着大夏龙血斩了你的狗头，为他们报仇雪恨。我赵家如日中天，麾下高手如云，你这小小的余孽，竟然还敢妄称报仇！如果我不是想让你们感受到绝望滋味再死，你们赵家早就在这个世上不复存在。你少在我面前自吹自擂。10年前灭全家的时候，并没有找到轩辕秘藏下落，想必是让你这余孽带走。你现在把它交出来，我可以考一考你的聪明了。你们一块上吧，我赶时间。你嘴巴够硬，来人，把他的手脚斩断！我要用大夏龙血把他凌迟，然后逼问出轩辕秘藏的下落。就这些臭鱼烂虾，是你的底气？你很能打是吧？今天我武王殿3万宗师旗帜，来，告诉我，你能打几个？人多欺负人少是吧？弟子萧天策拜见师尊。我等拜见李先生。麒麟天子，起来吧。谢师尊。天策战神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们赵家仗着人多，枉足欺辱我萧天策的师尊，我怎能不来？这怎么可能？这陈家余孽竟然是大夏第一战力麒麟殿的祖师爷，这大夏最年轻的战神萧天策，竟然是他的徒弟。天策做得不错，短短的5年时间里，竟能让麒麟殿做得风生水起。一切全赖师尊的悉心教导，才让麒麟殿有今天高手如云的场面。不过你练功有些懈怠，我教你的5年功法，只是从普通人到达这区区爆丹境中期。我再给你1年时间，如果你到达不了先天境，以后就不要叫我师傅，我嫌丢人。徒儿惭愧，让师尊失望了。不过请师尊放心，今天斩杀赵东来，一定回去闭关苦修，1年不半年之内，必定突破先天境。你们把我这爆丹境强者当透明的了！
在我这训起咒来了。赵总来，你想好怎么死了吗？萧天策，你今天是铁了心的要为这个陈家余孽与我赵家为敌吗？谁敢对我师尊不敬，那就是我麒麟殿10万宗师的死地，就是我萧天策的死地。你是在拿10万宗师吓唬我吗？我的背后是整个北方赵家，我的父亲是接近武道极致的存在。你萧天策和麒麟殿顶得住我们赵家的怒火吗？你最好把那赵无极老乌龟交出来，让我一块儿解决，免得让我再多跑一趟。就凭你的陈家余孽和萧天策，还没有资格见我父亲。只要有大夏龙阙在手，我一人一剑足可以覆灭整个麒麟殿，将你们斩草除根。那我今天就先斩杀了你，为我师尊报仇雪恨，看赵无极能奈我何！我知道你很孝顺，但赵无极杀了我父母，我亲手斩杀他，报仇雪恨。你要是让萧天策动手，我还得费点力气。但是你不知道天高地厚，主动来送死，那我就省事儿多了。杀你，探囊取物而已。够狂！先让我赵家大宗师掂量一下你的分量。陈山河，受死吧！还不配死在家主手里！切记不要取他性命，废掉手脚修为即可。我还要从他身上掏出血缘秘。没想到你这陈家余孽还有点本事，怪不得这么张狂。不过你今天很不幸，遇到了我。你是要现原形？是的，他一定是用了提升实力的丹药，他现在实力已经攀升到了爆丹境的巅峰，还要小心啊！小心什么？靠吃药进入了假的爆丹境巅峰，就算是真的，也就一巴掌的事儿。师尊教训的是，不如由弟子代劳，再撑一下赵东来的几斤几两，才有迎来斩杀时呢。你确定？我可是你的关门弟子。再说了，我这一年的修行也小有所成啊。那行，你去。天策，我服用了虎豹丹之后，已经有了准先天境的实力。现在与我为敌，就是找死！服用虎豹丹后，虽然半个小时有所提升，但你自身的实力永远会跌落2个小境界，这就是你最后的狂欢了吧？哼，我干掉了萧天策，就可以从你身上套出轩辕秘。现在付出这点代价，又算得了什么？这点实力还敢跟我赵东来作对？看义气！师尊，扛不住了，尽力，尽力！一个伪先天境就扛不住，真是丢人。他也是半个先天境，你说话能不能别那么轻松啊？丢人！先让他丢命，再让你丢命！给我死！雕虫小技也敢班门弄斧？剑来！这1200剑是我替我父亲砍的，这1200剑是我替我母亲砍的。快杀了我！你快杀了我！这1200剑是为我陈氏族人砍的。10年了，你终于回到陈家后人的手里了。赵东来已经到了准先天境，连天子战神都无法力敌，却被陈先生直接秒杀。陈先生的实力到底强大到了什么地步？
攻城的夺回传家宝，并完成修复。大夏龙雀回来了，但是仇只报了一半。家主被人害了，回血之死，不如放手一搏，给我上！麒麟符在此，所有人双手抱头，跪下！居然是麒麟符！离符现世，救足不保，所到之处寸草不生。青色战神，我不下人，我投降！我投降！全部抓起来！上！快点，走！快走！快走！快点！快点！萧天策，这个在。你亲自将赵东来的狗头送去赵家，告诉他们这只是开始，我亲自会去灭掉北方所有赵家嫡系，让他们血债血偿。是。爸妈，还有陈家死去的族人，不孝子孙陈山河已经夺回了陈家传家之宝大夏龙雀，也斩杀了赵家嫡系赵东来父子，但是还不够，我要让赵无极死无葬身之地。陈山河，陈山河，你没事，太好了。我能有什么事儿？哭什么？起床气啊？你也好意思说？谁让你把我弄睡着的？你一个人过来对付赵东来，你成心想让我当寡妇吗？婉云呐，大敌当前，儿女私情什么的先压下。爸，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和陈山河是被迫结婚，哪有什么儿女私情？那你还有胡有闹的？哎，不许你胡说！我只不过是对你刚才讲的不讲义气，好气愤。正好，赵东来和武王殿的3万大宗师呢？赵东来已经死了。啊！别开玩笑了，人家赵东来可是爆丹境后期的超级强者，大张旗鼓的找你报仇，怎么会死？这是大象龙雀，赵东来失的珍宝一直随身所带，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大象龙雀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？大夏龙雀是我陈家的传家宝，10年前被赵家抢走，现在我把赵东来杀了，所以就物归原主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你还谎报军情？人家赵东来可是爆丹境后期的高级强者，你怎么可能杀得了？这不就一剑斩杀了，尸体就在那儿。啊，这真的有尸体！北方赵家家主的信物，翠玉宝环，这具尸体真的是赵东来啊！这么说来，赵东来大张旗鼓的来金海找你报仇，一上来就把人头送给你了。爆丹强者都不是你的对手，山河，你现在的能耐已经是爆丹巅峰境，20岁出头的爆丹境巅峰强者，这种修炼天赋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啊！我真是闪婚了一个绝世高手啊！我说过会让你成为世上最尊贵的人，我没跟你开玩笑吧？叶龙护法也来了。他是来向我汇报工作的。麒麟殿的第一护法来找你汇报工作，你怎么不说人家是来拜见你的呀？叶龙拜见陈先生。陈先生，天策战神已经赶赴西北赵家了。另外，王殿的所有宗师得以被捕，请问该如何处理？凡是参与10年前陈家血案的人，一律格杀勿论；没有参与的人，你们自己看着办吧。是。老婆，还是你聪明，果然他是先拜见我，再向我汇报工作。我明白了，今日麒麟殿的职责就是护佑大夏安宁。这赵家和武王殿这么嚣张，叫嚣着要屠了荆海，这绝对是触犯了麒麟殿的底线。这麒麟殿绝对不会惯着武王殿，更不会惯着赵家。所以呢，就由天策战神亲自出手，消灭了赵东来和武王殿。不无道理。你们啊，就不能对我的实力有点自信吗？我相信山河的能力和实力，毕竟能够直接号令麒麟殿，甚至比直接斩杀一个爆丹后期的强者更令人不可思议。哎呦，爸，你搞错了因果关系。这麒麟殿出手是因为赵家太过分了，有没有玉麒麟都不影响他出手。这次要不是有麒麟殿出手，你的小命就完了。我告诉你，你可千万要改掉你那吹牛的毛病。你看，都快把我爸忽悠瘸了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为你报仇的。
是因为你连个小小的江家都对付不了，我弟弟怎么会死在金海？我爸怎么会大张旗鼓的去金海报仇？去报仇就不会死，是因为你，我武王殿3万宗师怎么会全军覆没？因为你，赵家至少损失了70%实力。你告诉我，你到底该不该死？大少，我该死，我该死，但陈仁和更该死。大少，当务之急是为赵家主报仇啊！刘州，我还有用，我还能帮你打探消息，我还能辅助您报仇啊！大少，我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，我允许你调用赵家一切商业力量，全面给我聚集江家天龙会所有产业。我要你在48小时之内，让他们彻底破产。我要让他们在绝望和痛苦之中死掉。是，大少，我肯定完成任务。但是麒麟殿也是杀害家主的凶手啊！大少，哪壶不开提哪壶的狗东西！麒麟殿我自然会对付他们。麒麟殿竟然敢跟我赵家作对，简直是罪该万死！大少，麒麟殿的实力本就比我们赵家高出半头，如今我赵家家主和武王殿的3万宗师又覆灭了，我们就更不是对手了。保守起见，我们去请老太爷出山吧。我刚才查看了一下，我爸在死之前有服用过虎豹丹的迹象，他是在爆等级巅峰的情况下被天色战神斩杀的。爷爷现在也是爆等级巅峰，就算他出关，也不一定打得。老夫如今已经迈入了先天之境。爷爷，您突破了！你心性如此浮躁，今后赵家如何掌管？爷爷，我父亲被杀了，武王殿全军覆没了。不必说了，老夫已知晓一切。跟着爷爷出手，斩杀天色战神，覆灭金海，为父亲和美国报仇。报仇不急，接下来的3日，老夫将全力筹备争夺帝师一事。成为了帝师，就能够镇龙脉、守国运，俯瞰天下苍生，许我赵家100年光辉。爷爷，怎么才能成为帝师啊？上一任帝师是龙虎山的那位老天师，他在10年前已经隐世，所以官方准备在3天之后举办一场升龙大会，册封新的帝师。爷爷，您现在可是踏入先天之境，先天一气，武破虚空，这帝师之位非你莫属。对手还是有的，毕竟龙虎山那位新任的至尊天师也是老夫强有力的竞争者啊。传闻中那新任的至尊天师又是一剑拦江，又是飞天遁地的，都是传闻罢了，谁也没见过。肯定是龙虎山为了壮大声势，故意夸大其词而已。真那么厉害，早就被册封帝师了。你分析的不无道理。总之，我现在是先天境的存在，哪怕这位至尊天师在升龙大会上站出来与我正面竞争，我也有把握叫他有去无回。爷爷威武！既然如此，我们先不大张旗鼓的去报复麒麟殿和陈家余孽，先在商业上对他们进行打击。就这么定了。3天之后，待我成为帝师，不管是什么陈家余孽、天策战神，统统叫他们灰飞烟灭。打击江家余孽和天龙会的事情，就交给你去办。再敢管咱，我让你死！大少放心，今日之内，必定让江家和天龙会破产，让他们当一辈子乞丐。赵东来都已经死了，你们一个个在这纠结干什么？你该不会是觉得现在形势一片大好，想要开香槟吧？也不是不行，毕竟这大夏龙阙已经被我夺回，目前
我们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。赵东来的死不会对赵家的实力带来太大的削弱，只会让赵家更加疯狂的报复。真正的苦难也许才刚刚开始。什么？为什么这样？查出来是谁干的了吗？给我查！有消息第一时间通知我。发生什么事情了？说什么？岂有此理！你们人士的雄心豹子胆，敢针对我天龙会的产业，查！给我马上查清楚！龙会长，你天龙会的产业也遭受到不明势力打压。赵家调动了超过2000亿的资金，在尽全力打击我们的产业，他这是要把我们逼上绝路啊！还以为赵东来的死至少能让赵家内乱一下，没想到他们的打击报复来得这么快。这就是鼎记顾武世家的底蕴。赵家的核心从来都不是家主赵东来，而是老祖宗赵无极。他只不过是闭关了而已，他不出事，赵家就稳如泰山。喂，什么？你说什么？这赵无极已经出关了，而且还突破了先天境界。区一个先天境而已，至于压力这么大吗？就连我都知道，先天境界、先天一气、五破虚空，你管这叫而已？什么先天一气，什么五破虚空，在我眼里都是蝼蚁。你该不会是觉得有麒麟殿在，我们就什么都不用怕了吧？赵无极迈入先天，就连麒麟殿都抵挡不住。麒麟殿只怕都不敢挡啊！刚刚收到消息，3日后官方举办升龙大会，赵无极这个古武第一人肯定会被册封为帝师。赵家的强大已经让我们感到绝望了。如果赵家再出一个帝师的话，天下之大便再无我们的立锥之地了。把心放到肚子里面吧，帝师他当不了。陈山河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再自作主张的掺和了，更不要发表意见。我算是盼了你的口无遮拦。这一切交给我处理，听到没？喂，师尊，方便出来见我一下吗？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汇报。好，我这就过来。你们啊，就继续自己吓自己吧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师尊，我已经将赵东来的人头以及您的话都送到赵家了。赵无极这老东西，是不是觉得突破了先天境就天下无敌了？我没见那老乌龟，我把信送到那儿，我就被国主叫去了。就这点小事，电话里面给我汇报就好了，没必要让我跑一趟。师尊，还有一件事，国主知道您继任天师的事情，打算3天之后举办一场升龙大会，册封您为新任帝师。帝师？我以为我能躲得过去。成为帝师，就镇守龙脉，掌控国乐，成为真正的万人之上。赵无极做梦都想。师尊您，我的格局能是赵无极比拟的吗？于我而言，这帝师只是虚名。你不知道，你师祖当帝师的时候，默默付出了多少。罢了，我答应过你师祖，要肩负起匡扶天下的责任。你回去告诉国主，这帝师我当了。师尊，这是升龙大会的请柬，你可以邀请和您要好的江家和天龙会一起赴会，共同见证您的荣耀时刻。这事儿你派人去办吧，我想在这儿喝会儿茶，安静待会儿。是。师尊，还有一件事，小师妹也回国了。小师妹也回国了。那逆徒怎么回来了？是不是你这狗东西叫他过来的？我什么都没说过，什么都不知道。大师兄，是我让你出去，还是你自己出去？小师妹不用客气，我自己出去，我自己出去。师尊，您保重。弟子先告退。你，小天策，你能不能有点出息？一个小宗师，你看你害怕什么？念安，你回国也不给为师说一声，为师好去接你啊。师尊，这话你信吗？
我要是告诉你我要回国，怕是你要连夜逃往龙虎山躲起来吧？荒谬！为师什么实力？先天劲武者，弹指即灭，怎么可能被你吓得躲起来？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太放肆了！师尊，你还说你不怕，脸都红了，怕是心跳都加速了吧？为师一心向道，两眼放空，无所畏惧。心跳加速是因为天气闷热导致的。那你为什么不敢看我？若你睁眼看我，我不信你两眼空空。硬要做，那我让给你。师尊，以前你以一心向道、杜绝男女之情的借口来搪塞我，使不得，使不得。可是你现在已经来到红尘中，甚至已经娶了妻子，为何偏偏不能接受我呢？难道我就那么差劲，入不了你的法眼吗？你长得很带劲，但是呢，跟带不带劲没啥关系。你我之间只有师徒之缘，没有夫妻之命。可明明是我先遇到你，先喜欢你的。这种事情从来都不是先来后到的问题，你要放平心态，接受现实。师尊，我倒要看看你跟那个江婉云的夫妻之缘有没有那么牢不可破。算出来了，有多少资金才能让江氏集团和天龙会的产业盘活，扛住赵家的打压？赵家调用了2000亿的现金，同时他们的人脉、权势等财富可以折价为900亿，所以我们至少需要3000亿的现金才能扛得住对赵家的打压。我是3000块还好说，可这是3000亿啊！我卖了凑得上。得做好一切心理准备，现在就到，3天后赵无极当不上帝师。否则，我们连从头再来的机会都没有。什么？是真的吗？让婉云去谈？好，我知道了。怎么了爸？谁的电话？公司来的电话，说是山河集团的总裁联系到了公司，愿意帮我们投资，扛住赵家的打压。山河集团是那个女首富何念安的山河集团？何念安让他的助理主动联系的公司，而且何总本人也在京海，要求你一个人过去面谈细节。确定身份了吗？会不会是骗子？何念安的助手主动发过来的合作意向，工商什么的都有，不可能是骗局。那既然这样，我就去见一下吧，反正她也是个女的，我也不用担心有什么危险。你把地址发给我，我也想去见识一下这个传奇商业女王。何总您好，我是江氏集团的江婉云。我调查过你的资料，坐吧，一边喝茶一边聊。江小姐果然倾城绝色，怪不得让某些人动了凡心。这位商业女王不会有什么特殊的癖好吧？何总，听说你想跟我谈投资江氏集团的事情？没错，如今你江氏集团还有那个天龙会，放眼全球，也只有我何念安有这个胆量和资历投资你们。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想要帮我们吗？不是帮你们，而是想跟你谈一桩生意。我这里有一份价值5000亿的合同，不仅能帮你扛过赵家的打压，甚至可以帮你在商业上给赵家承重一击。你想让我答应你什么条件？别紧张，我的条件并不过分，甚至可以说是奔着双赢去的。我知道你和陈山河的婚姻就是媒妁之言，并没有什么感情基础，所以如果让你们离婚的话，你应该只会感到解脱吧。你要花5000亿抢我的老公？你要这么理解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你能跟我说说陈山河到底哪一点吸引了你，让你不惜斥资5000亿都要得到他吗？总不能因为他长得帅吧？这就不是你需要考虑的事情了。只要你现在点头，这份5000亿的合同就属于你了，而你失去的只不过是一段表面的婚姻。这个头我不会点。你认真的吗？你要知道，你们江家之所以会被赵家打压，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陈山河。赵家和江家闹成现在这个样子，的确有一部分陈山河的原因，但是归根究底也是赵家欺人太甚。如果我跟他一样身负血海深仇，我也会跟他一样去反击赵家。而且有没有陈山河，赵家都会蚕食掉江家，这就是现实。你不再仔细想想，这可是价值5000亿的买卖。别说5000亿，就算是5万亿，我也不会出卖我的婚姻的。陈山河这个人吧，虽然有点不知天高地厚，
但是，总之，我不会离婚的。何总，谢谢你的茶，再见。那你就不担心我拿5000玉去砸陈山河，让他跟你提离婚？到时候你可就什么都捞不到了。你要是能用钱把他砸低头，现在也不用来找我了。等等，好吧，你赢了，这份投资合同拿去吧。可我没有答应你的条件啊，这是无条件的。你为什么要帮我？你和陈山河到底是什么关系？3天后你就会知道答案的。3天后，江家还存不存在都不确定。你太悲观了。3天之后，你就会发现，你今天的坚持会给你带来多大的回报，那是你无法想象的无上荣耀，让人记住不起来的幸运女人。去吧。爷爷，爸，我从山河集团那儿拿到了5000亿的投资，这次不仅江氏集团和天龙会有救了，甚至都可以反击赵氏集团。这么大的一个好消息，你们怎么一点都不激动啊？升龙大会的请柬送到了吗？这是赵家派人送来的，明明就是崔命符。不至于，是我让萧天策送过来的。赵家老祖都是先天高手，天策战神躲都来不及，怎么可能还敢往前凑？你这爱吹牛的毛病真的该改了。行了，该忙什么就去忙什么。3天之后的升龙大会，我肯定要去，一切都将尘埃落定。我问你个问题啊，何念安到底是你什么人？我徒弟啊，之前跟你说过，忘了？徒弟会让你跟我离婚，成全你跟他。而且我才注意到，这山河集团竟然是以你的名字命名的，我以前竟然以为是巧合。你给我老实交代清楚，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还有这事儿啊？怎么，你吃醋了？你别乱说，我才没有吃醋呢，我就是随便问问，我一点都不在意，真的不在意。哎，对了，老爷子怎么没来？他和龙会长在机场那边盯着呢。昨天我们准备了一架私人飞机，只要待会确定赵无极成为帝师后，我们就趁着他们庆功的空档，奔赴机场一起出逃。我说他俩怎么这么神秘？他们俩要是不来的话，怕是要错过见证历史的机会。报道，这儿是升龙大会，你有什么资格过来？我不来，这升龙大会就进行不下去。你这神棍越发脸皮厚了。册封帝师的升龙大会，你不来就进行不下去，难不成你就是帝师？7天时间已到，今天就是你们死期，我没必要跟你们废话，滚开！大少，他就是你要找的陈家余孽，站他旁边的是江婉云和江龙山。原来这陈家余孽和江家的人杀了我的父亲和弟弟，还敢跑到这儿来，真是狗胆包天啊！这升龙大会的请柬不是赵家给我们发的吗？就凭你们也配拿到我赵家的请柬？我之前跟你说了，是萧天策拿到的请柬，这下相信我了吧？在我面前还敢打情骂俏似的，把他们给我拿下！赵伟义，谁给你的权利在这升龙大会上对我师父发号施令的？何总为什么会来这里？他在说师傅，难道你真的是何首富的师傅？他死皮赖脸的跟我瞎混了1年。身价万亿的传奇女首富何念安，竟然是陈山河的徒弟。哼，你们还真相信陈山河的鬼话呀？啊？你什么意思？越有钱的人越信神佛。何首富肯定是之前去过龙虎山那种大观，恰巧碰见了陈山河这个小道士，叫了句师傅，这是很正常的事儿。你们还真信了啊？如果是这样的师傅，为什么会对陈家余孽这么清楚？估计是看他长得帅，何首富肯定也喜欢小白脸。你还真相信他们的鬼话呀？何总，我赵伟一在自家酒店抓我赵家的敌人，
还轮不到你来指我。不好意思，现在这里是我的地盘了。你什么意思啊1分钟之前我已经收购了赵家这间酒店，现在这里我说了算。何念，你先是帮着江家和天龙会打压我赵家，现在又要强行收购我赵家举办升龙大会的酒店，你确定要为了陈山河这个小白脸跟我赵家不死不休吗？陈山河是我的授业恩师，没有他就没有我何念安的今天。山河集团的万亿资产只不过是我帮恩师代为掌控罢了。我和你赵家本来就是不死不休的立场。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师尊、师娘，这间价值100亿的酒店是我给2人的新婚礼物，还请收下。你这逆徒终于开窍了，孺子可教也。你竟然是何总的授业恩师，这山河集团也是你的产业，你能教他什么啊？天文地理、阴阳八卦，基本的都教了点儿。师娘，你可要小心哦，只要墙角有一点缝隙，我还会挥旗出刀。我不会给你机会的。徒弟，调用一切资源打压赵家一切产业。师尊放心，1小时之内，赵家所有产业都会跟您形成。狂妄！你真以为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吗？有钱虽然不能为所欲为，但能夺走你赵家的一切。这武器还在呢，你不要这么嚣张。是。那你让本座看看，你是怎么夺走赵家一切的。赵老太爷来了，陈山河，你死定了！赵老太爷可是先天境武者，看你现在怎么打！无知！赵无忌来了，你千万别冲动。好啊，那就让他死得别这么轻松，让他好好感受一下绝望。你就是10年前陈家的那个漏网之鱼吧？把轩辕秘藏给我交出来，本座可以让你死得痛快一点。你就这么迫不及待来找我送人头啊？赵无极，升龙大会还轮不到你在这里耀武扬威。萧天策，杀了我的儿子，还敢出现在我的面前？你当我是你捏的吗？果然是带着帝师画像来完成帝师册封仪式的。也罢，待本座成为真正的帝师之后，我再来找你算账。就凭你也想当帝师，这天底下只有师尊才是帝师的不二人选。师尊，你师承何门何派？你的师尊是谁？弟子萧天策拜见师尊。起来吧。谢师尊。天策战神也是你的徒弟，你当初竟然没骗我。我从来没骗过你啊。还能是天策战神的师傅？他不是龙虎山的一个扫地道士吗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混沌嘴最会骗人，徒弟厉害不代表他厉害。那赵东来一定也是你杀的吧？灭族之仇，岂能假手于人？赵家主也是他杀的？你实力到底有多强啊？难道说你是什么境界的鼓舞者？我不是什么鼓舞者，我是绝世真仙。荒谬！就算你有几分实力，你也不可能是什么真仙。而且这帝师之位，你也别妄想难取。帝师之位，除了我们家师尊，没谁配。本座已经成功的突破了先天境，已有转化天地之灵气为己所用的能力。通过考验，那还不是手到擒来吗？那就让他试试。帝师候选之人可将自己的真气外放，对着画像3择1，若是能得到认可，画像则会绽放灵光，以绽放灵光长度为准来进行最后决选。帝师之位，本座当之无愧。本座先来。
代帝师画像绽放的灵光已经超过3米，爷爷被初代帝师认可了，爷爷是帝师了。难道我们终究逃不过被赵家灭掉的命运吗？你们竟天真的以为陈山河能对抗赵家？那就跟着陈山河这个混账一块去死吧！你别忘了，你也姓姜。姜家只能是廷哥的姜家。这2个人活魄惊天，没必要跟他们置气。拿到帝师印，本座将完成册封仪式。慢着，你不配当着帝师，更不配碰到帝师印。哼，初代帝师已经认可了本座，你嘴硬没有用。等我成为了真正的帝师，再来找你算账。我们快跑！赵无极一旦成为帝师，那便是万人之上的至高存在，我们便再无立锥之地了。他当不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帝师印怎么会抗拒本座？他不是已经得到初代帝师画像认可了吗？又怎么会被帝师印击飞？初代帝师有眼无珠，所以才会认可他。初代帝师才刚显灵，你怎么敢出言冒犯？你等一下，我去接任一下帝师，帮你拿个帝师夫人的头衔。啊！陈家余孽，你想干什么？拿帝师印当帝师。哼，可笑！帝师印连本座都抗拒，你也妄想去拿？印来！这帝师印竟然真的听他的话，这可是连吴奇老祖都不认可的帝师印，怎么会主动飞到陈山河手上？你是怎么做到的？因为我是当之无愧的帝师。帝师印是萧天策带来的，他肯定是做了什么手脚。你没有得到初代帝师画像的认可，就没有资格当帝师。哦，什么手脚？能让你个先天武者当帝？反正没有得到初代帝师画像的认可，就不符合规矩。我为帝师，没有人敢不认可，他也不敢不认可。Boss， 你这么说，分明是没把初代帝师放在眼里。你有眼无珠，为赵无极灵动，你不敢不认可我这帝师，你可不服？你对赵家这么横也就算了，你怎么敢对初代帝师也这么凶？万一初代帝师显灵了怪罪，你承担得起吗？萧天策，你是帝师册封仪式的主持，现在有人大逆不道，对初代帝师不敬，还不把他给抓起来？我家师尊的身份训示初代帝师，那是初代帝师的荣幸。他什么身份？他有什么资格训斥初代帝师？你问我有什么资格？我乃当世真仙，新任龙虎山至尊天师，护佑大夏山河万万年。以我现在的境界和实力，就算历届天师加在一起，也不及我一根毫毛。这就是我的资格。你不是龙虎山上一个扫地的吗？怎么成了至尊天师，还当世真仙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山河就是神仙人物，你现在相信了吧？可惜老爷子不在，不能亲眼看到这一切。这不可能！骗人的，他又在这装神弄鬼骗人的，不可能！世上哪有什么神仙？况且我已经派人盯着龙虎山，那位新任至尊天师根本就没下山。初代帝师显灵了，他被你的谎言触怒了，今天你彻底完了！你敢不服？仙师在上，在下不敢不服。这万里山河有仙师庇佑，当万万年让我安息。怎么可能？怎么可能？初代帝师显灵认证，我竟然真的找了一个当世真仙做老公。无为帝师，代天刑罚，赵家残暴无道，天地不容。除赵无极以外，
所有嫡系当诛！赵家满门，就算你是仙，我今天也要捉仙。你没死，是因为你是杀我陈家全族72口的罪魁祸首，你当死无葬身之地，受死吧！九天玄煞，化为神雷，煌煌天威，一剑引之。妈，还有所有族人，我灭了赵家满门，赵无极也灰飞烟灭，你们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安息了。错过了当神仙夫人的机会，我是这个世界上最愚蠢的女人。他是神仙，他说的话应该不会错。他我真胡着了。我家坍塌了，我家人都被砸死了，怎么会这样？天师，我不想死，你饶了我吧！天作孽，有可活；自作孽，不可活。还真是言出法随啊！这次真的跟我没有关系，是天罚。给你，我答应你的，让你成为这世上最尊贵的女人。现在我做到了。